面邀请每一个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位在直播现场的你，我们能够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将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亲近神的东西先将它挪开，或者是你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一起来收看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同心的聚会跟敬拜，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预备我们的生命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慕能够更多的亲近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你而得蒙救赎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过着过去充满惶恐害怕，没有目标，没有信心，没有盼望，而是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得着喜乐的盼望。主啊，我们要靠主得胜，也要靠主活出主你所喜悦的生命。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面前，能够一起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来激励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生命得着平安的心，得着力量，能够继续为主而活。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愿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爱我们，因为主爱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难处，不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真正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再次对主说，哦，主你神的爱。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求主帮助
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低处，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无论是高处低处，无论是困难患难饥饿，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依然依靠你，我们都相信神你的爱都不会因为这些环境的困难而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来到神你的面前，学习仰望神，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你必定在我们生命里面赏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主。恳求你继续施你的亮光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生命足够的盼望，为主你而活。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为要能够回应神的祝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祝福，当我们愿意能够去数算神的恩典，我相信你也会能够感受到神满满的祝福在你生命当中。所以如果你在观看直播的现场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将你的感动，将你的金钱带到你就近的教会，能够跟他按个门铃，然后说你想要将这笔钱奉献给教会。那我相信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哪一间教会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将我们的生命学习来回应主。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所有奉
稣，我今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使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珍贵救主，全所有奉献。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请坐。好，我们请坐。请我们同工，冷气，冷气。我在这边要来做我们大桥教会的消息的报告。在我们明天牧师要去到12时教会做请安的募款。那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为教会的建堂募款工作持续来代祷哈。那明天聚完会之后呢，我们都能够留下来一起帮将这些圣诞的布置将它拆下，能够复原那也能够在预备当中，新的一年我们在这个旧历年新年快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除尘布新除尘布新。好，那明天呢我们在2月4号呢，我们会举行第一次的圣礼典，也请大家预备心。在2月3号的晚上我们会召开小会，那也请小会员能够准时参加。那一天晚上下个礼拜6，我们华语礼拜会暂停1周。牧师有将这个一整年度的相关，我们会开会，什么是固定的，所以华语礼拜我们会暂停，大部分都是用在我们要召开小会。好，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在明天我们会我们的周报里面应该有一张那个有吗？下礼拜对。好，那2月10号呢，我们会举行这个新春称谢礼拜，也就是大年初一啦。好，基督徒我们大年初一我们是把这个用感恩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牧师也鼓励各位，假如你要跟你的家人团聚，也期待你能够邀请你的家人一起来到教会。好，我觉得大年初一那个早晨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带到教会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新春礼拜我们会把大年初一的早晨不是睡很晚的，我们是用感恩的心向主献上感谢。所以我相信新的一年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各位所以2月11号我们周末的周日的主日我们会暂停1周，请大家留意那2月25号这个我们请大家一起看如果会员合会，假如说你本身你是我们牧区或者是同工小组里面的同工请你将这个资料能够补齐。好，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神成全祷告的生命。好，不是什么是祷告的生命，也不是说神成全了什么，而是说神成全了祷告的生命。那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基督徒透过祷告，大部分在经历什么过程？好，钟兰，你觉得基督徒你自己本身在祷告，你在经历什么样子的感觉、感受？好，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们在祷告当中，是不是在祷告我所求、我所想的、我所期待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实现，对不对？那实现了以后，就会怎么样？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会感觉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不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的过程吗？对不对？好，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如果我们祷告有祷告跟没祷告是一样的，那我们干嘛祷告？所以我就时常在想，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我小时候我就时常在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在教会要这样大家都要祷告？好，我觉得祷告跟什么有差别？跟信与不信也有关系啊。除了我们想要像外面的一些宗教，他们去到庙宇，他们去求，他们也是要求自己的事情，甚至会求希望生命当中有带来突发的改变，甚至带来非常美好幸福的改变。可是在这当中取决于哪里？取决于你信或不信啊，不是吗？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相信上帝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哦。信与不信，你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所以今天牧师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我们除了知道自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体，是一个人会祷告的人，我们还要去了解，到底上帝有没有成全啊？不是吗？祷告要不要成全啊？希望啊！所以牧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代祷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去牧师好像这几天我去看，好像都没有人投了，大家好像不相信呢，不相信说祷告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写下来，而且可以去印证到底上帝有没有应许啊？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刚刚牧师一开始说什么？你信吗？如果你信，待会下去请各位拜托一下，请去拿一下代祷卡好不好？去想看看，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你为他祷告的。好，静瑜姐，你有为你的家人祷告啊，不是吗？要为你的家人还没有信的人祷告啊，所以你要写下来，把名字都写下来。好，求主帮助，让我的家人有机会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更多人来为你祷告，这是很好的。好，所以中南也是啊，为你的阿嬷祷告，为你的妈妈、爸爸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开始去经历。你要去经历，写下来不是不做事情，不是把这个祷告的工作交给牧师，交给谁，而是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你就要相信，到底我们除了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体，我们要去了解上帝成全祷告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啊？对吗？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都没什么用？为什么他祷告好像都好喜乐，好像他都很开心，神好像都听他的祷告一样，好像都不听我的？你有没有这个疑问？我从以前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似乎好像是有那么一丁点的问题存在。所以我慢慢去体会到，其实上帝成全祷告的生命，其实要分两种东西来看。第一个，什么是上帝成全的人呢？那什么是祷告的人呢？这个我们要拆开两种来看哦。好，今天牧师要用两个方面带大家一起来看。我个人认为，上帝他是会成全人，会应许人，而且他是听人祷告的上帝。你阿们吗？但是上帝他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去应许一个，可能他是一个坏人，可是他又希望上帝能够成就他的上帝。你觉得这种坏人上帝会成就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祷告，我们基督徒说祷告很有用，突然间有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他突然看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说这个牧师说祷告有用，那我来祷告看看。可是他祷告的内容却是不合神心意的，你觉得会有用吗？会有用吗？好像你们好像，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嘛。但是上帝会期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甚至信他的人，你相不相信你祷告会有能力啊？会不会带来实现啊？会不会？要啊！跟你旁边左右前后左右的朋友说哈，你的祷告，神要听你的祷告。然后你还要再跟他讲一句话，但是你要做上帝喜悦的人，这个很重要。上帝他爱人，怜悯人，他不管是罪人、恶人，他都爱。
可是只要愿意回心转意，来到回转向神的人，神都喜悦。牧师没有否认那些恶人，没有。只要每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的人，我相信上帝都喜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会，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得着祝福？在祷告当中，祷告里面有没有得着祝福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干嘛祷告啊？牧师在讲话，再强调一次哦。你的功课，你有没有为你的功课祷告啊？看起来好像应该没有，比较少哦，对不对？没有，不知道，对不对？哇，我现在还不知道，要为我自己的功课祷告，可以啊，你要为你的功课祷告啊。所以每一次如果子安哥要带着你研究你的课本的时候，先不用读，你就说子安哥带着我祷告，懂不懂？懂不懂？操练祷告啊！你从现在开始哦，牧师是真的交给你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哦。你要请子安哥带着你祷告，好不好？你也自己也要祷告，懂不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先成为一个神所要成全的人的生命哈，是什么生命哈？你不了解，而且你也不知道祷告要怎么去操练，我觉得真的你很难体会到牧师所说的那个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这是真的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我觉得哈，神成全的生命，再加上祷告的生命，才能够真实去体验到什么叫做蒙福的生命啊！好，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不要跟我讲说，牧师，我都有在祷告，我也是有在灵修，可是为什么我的生命都一直没有办法这么的有盼望跟喜乐？我要告诉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天你来对了，今天你来对了哈。第一个。什么是上帝所成全、所应许的生命？什么？我觉得是什么？它是被调教过的啦，被修剪过的啦，而且被塑造过的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发现你的生命是被调整过、修剪过、塑造过的，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知道，没错，看来上帝没有成全我是真的，因为我还没有改变。这样懂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7章7到11节。好，耶稣说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先叙述一下，耶稣先叙述，然后又再讲一次，因为凡祈求的，什么是凡祈求的？只要你们照着我所说的，凡有去祈求的，就会得着了；寻找的，就会寻见了，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有谁给儿子饼，却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不要求啊？要不要求？要啊！既然再怎么样，上帝怎么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呢？就算再怎么不好，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再不好的人都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更何况是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啊！所以，如果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会不会希望给我们好东西？会。如果上帝他希望给你好东西，那你要不要求啊？要不要求？要，你要求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得着更丰富的，更得着祝福平安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得到生命的保障。得到好的事物，你要时常为你自己，不管是脾气，不管是什么家庭、教会，很多方面你都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牧师在今年，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推动这个代祷事工哈，真的是整个是全年无休的啦。好，到我们离开教会，我们的生命结束，我们都要一直祷告。我希望我们大桥教会真的能够好好的把这个祷告的文化带出来。教会如果没有祷告，真的这个教会我们只是律法主义，好，律法主义上的基督徒，那个是没有什么感动的，不会带来感动跟改变的。教会如果没有祷告，这是耶稣很重要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好好持守住。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时常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时常一起来祷告，
好，为我祷告，为你祷告，彼此都祷告。时常话语上面听他讲完他的困难，我们就是为他祷告。无时无刻，甚至待会你听他讲完，你可能现在很忙碌，来不及跟他说什么，你就拿一张代祷卡给他。待会各位姐妹，我今天待会因为我还有事情，待会请你去楼下拿一张代祷卡，把你的代祷需要把它写下来。这个动作可以吧？我告诉你，你就算没有当下带着他祷告，因为你这个举动会帮助他知道，你虽然有事情没关系，你去忙，但是我还可以把我的需要带到教会，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我们在祷告当中为的第一个，祷告是要得到什么？要求什么？要得到生命的保障，保障。好，所以我说你是学生，你的功课要不要为你的功课祷告？要啊。好，像现在新天老师，要换工作，要不要为你的工作祷告？要啊。无时无刻都要祷告，就连我本身无论什么时刻，我早上起来，我就要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孩子。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再次为我自己的生命来祷告，因为我又做错了，求你怜悯我。因为当我在祷告当中，我会看见自己的软弱。如果你不祷告，我告诉你，你只会顺服你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觉得祷告很重要。好，那么祷告还有一个什么？祷告还有什么功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教导我们与神的心连结啦。好，你看从第9节到第11节，特别是11节，他特别讲到，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如果在上帝认为好的东西，会不会期待我们去跟他求？会。你觉得上帝好，他认为好的东西，会不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一定会。我觉得上帝要给我们，绝对不会是坏的，对吗？可是我们想的、期待的，往往是跟上帝所期待，往往会有落空嘛，会有落差嘛。所以我一直在想，上帝要给的一定是好的，而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那如果上帝给的是好的，比我期待的还要好，为什么我们不求呢？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特别12节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觉得这句话是重点的。教会基督徒，我们时常不常为人祷告，我们都说你为我祷告了。大部分都这样嘛，我觉得基督徒时常都说你来为我祷告，可是我们却缺乏说我们不知道祷告却是可以祝福人的。所以我觉得祷告对我们来讲实际上很重要。上帝所要成全的是要给人好东西，是透过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去建立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他教导很重要，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的作为，我们会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会不会？会。甚至呢，有圣灵的果子，我们自然有神的形象，我们就越少人肉体的情欲的成分。阿们。所以我要问各位，上帝所成全的生命，不就是我们必须要时常透过祷告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吗？所以你要不要祷告？这样懂了吗？所以上帝成全的生命是什么？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就是祷告的生命。祷告的生命就是求我的生命到底要什么？我的生命是要什么是对我是最好的？我刚刚有讲到圣灵的9种果子，好，你要时常去想，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9种果子，你要去想哪些你不够。所以我们要想你们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来，我们一起看我们看见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当用什么生命来回应上帝，知道了吗？所以上帝喜悦，上帝要成全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对上帝有爱嘛。我们用什么生命回应神？对上帝要有爱啊，懂了吗？你看耶稣他教导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当然都希望人家爱我们嘛。你会希望人家拿刀子时常砍你吗？
不喜欢吧？你也不喜欢人家骂你吧？你一定希望人家多爱你这个人。所以如果你喜欢人家爱你，那你就要多一点去爱别人。所以我也在反省想说，那神让我看见说，上帝他这么爱我，那我应该要用什么生命来回应他？上帝这么爱我，当然我就要更爱神啊，不是吗？好，所以你爱神吗？爱神吗？你就要更爱神，甚至你要为了你所处的环境，就像我们刚刚在唱的诗歌一样，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困难，你都要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你与神的爱隔绝呀。所以不用怕，把你的心说，主啊，我要用一个喜乐的心去看待你所让我面对的困难跟患难。好，我相信你就会变得更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另外再来探讨一个问题哈，什么是祷告的生命？好，第一个就是随时随地祷告的人。什么是随时随地祷告的人？不是说你走到一半就突然间要过红绿灯你就停下来就是祷告哈，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的心里面要时常抱持着祷告的心。好，譬如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人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你就祷告说，神啊，这时候我需要你给我智慧，我要在祷告当中，我都是这样默想。我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人家，牧师有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不太会讲话，我不敢讲话，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遇到困难，我只是傻笑，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真的哦。可是我就是祷告，我说主啊，待会我大概知道要遇到这个人，他可能会问我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我就开始，主啊，照着你的心意，让我讲该说的话。到当兵，到任何时刻遇到困难，我都是如此，随时随地祷告。好，做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第二个，我们要不停止祷告，不停止祷告，而且要与神怎么样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基督徒时常蛮容易停止祷告的，会不会？会不会？其实蛮长的，电视节目比较好看，对吗？如果你真正认真看起来，很多人大部分是看电视娱乐，比祷告的时间还长哦。应该是这样啊，对不对？一天的生活好像蛮多人都是这样啊。可是不停止祷告，是为了要跟神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耶。所以牧师在想，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建立一个祷告的团队跟教会的祷告的文化，我们不能停止祷告。所以你知道吗？我牧师过去曾经参与过一间教会，还有蛮多间教会在做中保代祷的团队的教会，礼拜天连主日都有人在祷告。他们有2场礼拜，第一场礼拜的人，参加第2场礼拜的人，他们会安排在第1场礼拜的时候，因为刚好来教会，就安排在第1场礼拜的时候就在祷告了。第2场礼拜的人，他们就是参加完第1场以后，他就第2场的时间，他就是为第2场的时间祷告。所以我觉得牧师蛮期待未来我们有一群无时无刻都有人一直在那里祷告，但是因为我们空间有限，牧师未来可能会先从我们的讲台这边，这边就作为我们的祷告室。所以以后呢，我们的祷告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把电灯打开，把十字架灯打开，我们就是在这边，做一个简单安静的祷告，然后灵修。接下来就是为了我们那些代祷卡上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今年的上半年前面4个月，牧师会邀请我们的小会同工来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停止祷告，与神建立那个美好亲密的关系，自然我们就不会受到攻击啊，对吗？为什么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跟你的先生，你跟你的太太，如果没有亲密的关系，老是每次见面就是发牢骚，然后闷不吭声，都打冷战，你觉得魔鬼会不会攻击？会不会？外遇会不会发生？会呢，会啊，冲突时常发生啊，然后都不沟通的啦。所以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我们会得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时常沟通，会不会因为不了解而冲突？不可能。
今天牧师带着我的4个孩子去吃牛肉面哈，然后遇到我的阿姨呀，好，我妈妈跟带着我的阿姨，他们也是去那边吃，然后他就看着我们的4个孩子哈，就说：嚯，你们4个孩子那么讲话这么大声啊，叽里呱啦，然后又好像快吵架的。我就说很好啊，不错啊，他们会吵就是在沟通啊。他说对，小孩子就是在吵架当中在沟通。他们未来长大以后，他们进入社会，进入一些同侪团体间，他会更知道怎么沟通。好，不会吵就不会沟通。好，我告诉你哦，不是代表不会吵就是沟通很好哦，没有，大部分都是打冷战比较多了。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要时常透过祷告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为要说什么？能够跟神更好的心意去了解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透过沟通，不断的沟通、了解、建立好的关系，我们会不会知道对方的心意？会，这样懂了吗？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有困难，也时常跟我讲。好，来跟他讲一下。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也时常要跟我提醒，我也能够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第1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心意。好，这里讲到几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常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常要怎么样？追求良善。好，彼此相待，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习透过彼此相待，要追求良善，透过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时常祷告，我们有办法能够了解彼此的需要吗？就算我们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凡是在上帝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上帝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心意啊。所以我要问你，当我们常常祷告，会不会了解上帝的心意？会不会？会啊，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讲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一直相信，只要凡事多祷告的人，他会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要问你哦，我们有没有时常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会不会觉得有一些茫然？会不会？会。当茫然，当感觉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上帝的心意了。所以我们要透过什么？透过祷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我只能告诉你，常常喜乐，凡事都有上帝的心意，对不对？祷告，神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他圣经是写英文是写 pray without ceasing， 就是停止，没有停止的。所以祷告会停止吗？祷告是没有停止的，无时无刻。所以教会要不断去做这个不断持续祷告的教会。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这个活水教会他们教会的意向就是透过不断的祷告来建造属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一间教会为什么会强盛，甚至几千人，他们的教会不是用买来的。他们的教会是整年甚至每个月都是用租的了，他们不为自己的，他们资金绝对足够，他们也可以买，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呼召、被感动，就是作为活水教会，作为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要透过祷告来建造属神的教会，
透过传福音来建造教会。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分支，不断的在扩张。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一般的长老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头普遍都是认为问啦，有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所以固步自封、画地自限，反而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特别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会常有的。我们认为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也不奉献了，反正有人会去奉献，反正怎么样我都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去体会到什么是不住的感谢、不停的祷告，会为他的生命带来祝福，因为他的生命是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什么是祝福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什么样子祷告的生命，随时祷告，不停的祷告，还要什么？有能力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刚刚有讲，我们不停的祷告会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断的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要有能力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不是吗？你随时随地都在祷告，你做一个很有祷告生命的人，那么我们要去想，那你祷告怎么去看出能力呀？祷告会不会带出能力来？会，就是从应允的祷告。所以我一直相信祷告是会应允的。有些人他一直在祷告当中去体会神的心意，而让他越来越明白怎么样透过祷告来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一定要透过祷告去经历神，你的生命要透过祷告去经历神。所以那个新天老师这几个礼拜不是帮我们带门徒训练，对不对？你会发现，当有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信徒，他突然间提一个问题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可能某一个问题，你会突然间发现，这不是你可以解决的。我告诉你有些时候你连丢给牧师也没办法解决只有透过什么？透过什么？透过祷告。牧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为你们祷告，但是我可以大家一起来探讨圣经，探讨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5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想要做主你的门徒，我们就要返回去想，我们的生命就要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要试着去荣耀神。那怎么去荣耀上帝？就要怎么样？第8节，你的生命，中南，你的生命要荣耀上帝。第8节，你要怎么做？要怎么样才可以荣耀上帝？第8节。怎么结果子？就是我刚刚讲的圣灵9种果子嘛，对不对？这是基本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具体可以理解的所可以结的果子。你要去努力功课要努力这一次考试牧师都知道成绩还要再努力好不好？要为你的成绩、为你的努力不够来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更大的专注力、更大的信心，让我有求学求知的欲望，为了要让我的生命能够不一样。因为我的生命是荣耀神的，我为了要多结果子来荣耀你，我没有要高举我自己，我要证明你所给我的生命是有能力的，这样懂了吗？不是没有能力的。第7节，如果你的多结果子，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成就？第7节我说什么？你们所愿意的要祈求啊。你们所愿意的，如果你不求，会成就吗？不会啦。甚至他返回去怎么求？要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乱求，要有神的话。而且你要知道，因为神的话，不只是要让神的话帮助你，你要常常在主的里面，来到教会，来到牧者的面前，来到众人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需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不是为自己而活，
所以我觉得圣经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真的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生命，神所要成全的祷告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容易明白的。做主的门徒，为的就是要荣耀神，为的就是要怎么荣耀神，就是要多结果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做突破跟改变，让我们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环境的困难，我们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而反而因为困难临到我们，我们依然跟主求，说主啊，帮助我，让我既然成为你的门徒，我虽然环境换了跑道，我依然要荣耀你，我依然要成就神你美好的心意。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做突破。牧师从过去，我曾经去过大间教会牧会，几百人，有很多牧者说：“哇，委员，你可以去到这种教会，感谢主，好好的去努力。”可是当神带领我到大桥教会的时候，有人说：“啊，委员，你按照你的能力大致上在大桥教会刚刚好。”我就说：“你好像在歧视我一样好像看不起我们大桥教会我说：“神啊，这都不是属神的心意。属神的心意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看见我们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而且我觉得我们大桥教会人少，可是今年牧师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景跟意向，我希望我们在年底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往东桥发展，就是我们要去报佳音，我们要去做一个布道，我们要做一个耶稣的生日趴。我们期待把我们的教会带出去，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见，还有让台南地区的众教会更多的人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大家请放心，我们要更多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的灵，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调教我们，塑造我们，修剪我们的生命。在充满征战的环境生活当中，让我们学习懂得静下心来祷告，让我们真实的用行动与祷告的生命去向主你恳求，祈求神的赐福，祈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顺服你心意的生命，来祝福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是有光彩的，是有盼望有喜乐的生命。愿你将平安的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去体会到，上帝你是成全凡用祷告来亲近你的人，都能够经历到我们求，你就让我们生命得着；我们寻找，我们就要寻见；我们向主叩门，你就要为我们开门，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愿你一切生命的好处，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那丰盛的应许。愿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将你的荣光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愿圣灵的感动加倍扶持我们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都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美好生命的祝福。愿你平安。